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4年11月份商品房住宅销售数据有价格变动数据，有这个销量金额。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王中华解读2024年11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我们一起看一看他说2024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增加，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均收窄，各线城市同比降幅今年以来首次均收窄。什么意思呢？就是环比就11月份跟10月份比，一线城市没有降，反而在涨，二三线城市呢都在下降，但是降幅窄。具体来看它是第一个，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均收窄。1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2%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 0.6% 和 0.3%。这个上海为什么上涨？这个咱们说过很多回了实际上就是它的豪宅日光盘。北京和广州分别下降 0.5% 和 0.3%。大家记住了，北京、广州的新房11月份跟10月份相比，房价是下跌的，而且它这个跌幅还不小呢。0.5% 什么概念？一个月下降 0.5%， 你要一年是12个月你要这么累加的话，它就是一年要下降 6%。 这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 0.9%、0.4% 和 0.5%， 广州下降 0.4%。 好了，作为一线城市，广州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环比都是下降。这个北京呢，二手房它环比是上涨的，这个是不是说明很多刚需房都跑去买那个老破小，导致二手房价格涨，但是新房价格跌？也就是说，把那个二手房卖掉的这些人呢，他并没有拿着钱去改善买新房，他是拿着钱跑了，或者要么存公行。那这就是二手房房价涨，二手房交易活跃，但是新房价格下跌。你只能这么解释按理来说对吧？人家把二手房给卖掉是要去买个大房子改善嘛？那这样的话，那个新房和二手房这个销量或者价格都是同比在上涨，走势应该是一样。11月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4个百分点。二手住宅环比下降 0.2%， 降幅收窄 0.2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房住宅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收窄 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环比下降 0.5%， 降幅收窄 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环比都是下降，只不过降幅小了，给人感觉是不是降无可降。然后他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7个，比上月增加10个；二手住宅环比上涨城市10个，比上月增加2个。刚才是环比我们再看看同比，就是跟去年11月份相比，说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收窄。1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4.3%， 降幅比上月收窄 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5.3%、9.9% 和 7.1%， 上海上涨 5%。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8%， 降幅收窄 1.6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6.2%、4.9%、11.9% 和 9%。 就是广州今年11月比去年11月下降 11.9%， 二手房年卖300万，今年只能卖260万，就这意思。深圳下降 9%。 11月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5.8%，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同比下降 8.4%， 降幅收窄 0.4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6.5%， 降幅收窄 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同比下降 8.8%， 降幅收窄 0.2个百分点。这个是国家统计局给的数字也就是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二线城市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在下跌。二三线城市这统计局的数字。那么对一线城市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房、二手房
同比都是下跌，只有这个上海啊，它的新房同比在上涨，但是呢，它的降幅啊都有所收窄，那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明接下来还要降，只是越降越慢，还是什么别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啊，对那些还在抄底，还想着买房子赚钱的炒房子的人来说，恐怕又被套住啊。这个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啊，在发布会上表示啊，他说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后期走势有望继续改善。他这个词用的你不能不说它很准确啊，因为现在的数据显示它降幅慢了，那你说它后期走势有望继续改善，没毛病，它降幅越来越慢，但是降幅慢了不代表它不降啊，它还在下降，对吧？这好比学生考试成绩一样，有100分直接就降到80，降到60，从60降的时候它就降到58、56、55、54.5，这么降幅变小了。他说下阶段呢，深刻认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事实，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健全多主体供应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里面有一句话啊，就非常重要，叫严控增量。严控增量什么意思？那就意味着各个地方政府不能随意的卖地了。你要随意卖地、随意开发，那怎么叫严控增量呢？那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卖地，那怎么办呢？吃什么呢？怎么给公务员发工资？怎么给老师发工资？对吧？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这公交、地铁怎么维持运转？这个都是考验啊。地方政府从哪儿来钱呢？那只好是非税收入啊继续增加呀。关于这个一线城市啊，这个房价有所企稳，专家怎么说的啊？这个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啊认为啊，他说11月份存量纾困政策不断落地，增量政策不断出台，接力929以来的需求端刺激，形成了政策叠加效应，销售量继续回升。根据科尔瑞统计啊，11月重点100城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增长15%，增幅较10月有所扩大。交易量的回升自然带动价格开始企稳，再加上止跌回稳的高层部署，使得市场认为不止跌回稳，政策不会停，这极大的刺激了市场的信心。李宇嘉认为啊，这也是价格止跌或跌幅收窄的主要原因，表现在新房方面，改善性需求的好房子项目热卖，并带动刚需上车，住房市场形成循环，驱动价格。此外，二手房业主不再恐慌式降价挂牌，部分城市二手房挂牌量还是降低或增幅走缓。李宇嘉表示啊，他说由于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较早，新市民也较多，因此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均较为活跃，而前期高房价时期积累了一大批购买客户，近期价格下跌以及止跌回稳的政策激励下，带动了交易活跃，这是一线城市新房止跌的原因。相对而言，一线城市刚需占比更大，总价和单价更低的二手房受益政策更明显，故而率先反弹。同时，2、3线城市也开始呈现止跌的态势，环比跌幅已经降至阶段性新低，特别是2线省会城市。近年来强省会建设下，人口净流入对房价形成了支撑。这个李宇嘉说啊，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基础有待夯实，预计政策层面继续贯彻落实不断出台增量政策，也就是后面救市政策还要出啊，层出不穷，继续落实存量政策。同时还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比如新市民、农民工落户、教育医疗均等化、支持生育养育、支持低收入人群等方面提供支持，这将给楼市带来源头活水。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带动降息降准，对于降低购房门槛有较强支撑。对于此，2025年房地产纾困不仅是传统政策在储备新的抓手，而且着眼于解决制约楼市需求端基本面因素，比如就业、收入和生活成本等等。因此，李宇嘉认为啊，说预计房地产市场开始触底。实际上，我觉得啊，他说的哪一条都很难做到。一个是就是需求端基本面改善，就业、收入、生活成本，你说这个哪个你能短期改善？明年改善，明年你让韭菜预期马上就能变好，韭菜的收入就能增加，韭菜就业明年能做到吗？明年不恶化就不错了。所以啊，现在啊，
这个楼市，尤其2、3线城市，这个楼市下降的步伐呀，似乎慢了下来。但这个我觉得恐怕是不祥之兆，也就是到明年，等到经济更冷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受到赚钱更难，都勒紧裤带不花钱的时候，一旦你失业就找不到工作，35岁也找不到工作。但这种状况继续恶化，很有可能引发2、3线城市房价的新一轮下跌。这就像股市走势是一样，暴跌完之后它有可能小幅反弹一下，有可能震荡一段时间，然后继续下跌，可以理解成下跌过程中的一种放缓。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如果韭菜的收入不能改善，韭菜的就业情况和信心不能改善，只会让大家更加失望。新的一轮下跌正在酝酿之中。当你的房子从300万降到200万的时候，是快速降到200万，很多人刚开始不适应、紧张、生气，但是降到200万的时候不怎么降了，速度变慢了，这是很多人以为稳住了，对吧？正在适应过程中，突然发现经济更难，工作更难，收入更难。这个时候有人恐怕他已经接受200万这个价格，这个时候他恐怕从200万又往100万去降，都是这种心理从300万直接降到100万，这个压力太大，太痛所以到200万缓一缓，然后200万再往100万降。就我看不出什么3线城市房子有什么买的必要性，它只有住的功能，没有任何这个金融属性没有流动性，你急着买它干什么？这时候有的人先知先觉，恐怕一看形势不好他叫割肉，再亏他要卖出去，就会引起新一轮下跌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呢？因为2、3线城市它牌都打完了，它还有什么政策呢？除了发购房券，没有政策了。买房就能落户，所有的限购政策取消，然后什么契税都减半，甚至有的地方买房已经开始给补贴了，对吧？给2个点、3个点的补贴。就这样，房子如果还卖不动，后面呢，它只能往那个钢筋水泥的价格去降，也就是所谓的鹤岗化。北京、上海、深圳这3个地方呢，因为它政策还没出完，对吧？还在限购，那这个情况稍有不同。前一阵子咱们介绍了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原拆原建，一个房子拆了好几年，最后停在那儿，好像是90%的同意率都拆不了。今天北京卫视它也有一个节目报道了说北京66岁老楼，这个楼已经66年了，原拆原建为何被迫停滞？说的是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红土店南里1号楼，这个楼建于1958年，已经是66岁的老楼，楼里居住条件差，安全隐患突出，旧楼改建工作迫在眉睫。尽管已经沟通了4个月，居民签约率依旧没有达到100%。这个北京卫视的叫向前一步这个栏目它就搭建一个沟通平台，把这个街道的官方、把这个居民还有专家叫到一起，看怎么样能够达到100%。大家看视频为了老楼的重生，建筑结构差，基础设施损坏严重，66岁老楼原拆原建，竟被迫停滞。是国家负担少的，个人负担多的两家拿钱，1平米个人就得负担小7000块钱，上哪儿去弄钱？地下室1层改旧重新，65户居民又陷入争议漩涡。全地下室这一溜都是23.35平米，给人家46平米，要给我们40平米，我就让他卖来这儿，我也不走。方案、户型、朝向，居民意见始终不一，个性差异性需求不断，质疑重重。这个现在设计吧，他把这个厨房搁到这儿了，完了再加一个门，我们这点仅有的光全挡死了。老楼能否迎来新生？原拆原建又该如何找到共性平衡点，向前推进呢？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我们今天所在的是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红土店社区，这儿呢有一栋楼建于60多年前，它面临着原拆原建的选择。按道理来说，一栋老楼变新是件好事儿，是吧？但是这栋楼的居民对这个原拆原建的计划有很多想说的话。是，咱这楼住了多少户啊？是65户。阿姨，您住多少年了？还不得住50年了。16岁应该就在地下室住着。地下室是吧？对，我们是地下室的。这楼是要原拆原建是吧？对，是的，是好事吗？好事儿，好事儿啊！好事办好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要讨论，是吧？怎么不满意了？米数分配的就不满意。米数，对，同样的面积就是23.35平米，给出的面积有40平米的，有46平米的。这个40平米的当然就不满意。您是那40平米的？我就是那40平米的。对。
您希望增加到多少？越多越好。实话实说了，实话实说，特别好。地下室上楼了，1楼就变成2楼。哦，我原来就是1楼，我为什么要上2楼？那你加装电梯了，对我1楼来说，我没有那么多的刚需。对。还有一个1楼是大户型，在它增长面积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增长，还是90多，还是90多，明白？所以不同意。我是那个2楼的，整体我是同意的，当然就是说个人承担那部分就是太多了，我们家可能承担得差不多几十万，这40-50万吧，差不多得。老楼变新楼，每平米得掏点钱。对，我觉得贵了。没有窗户和没有阳台，跟现在那个监狱上跟监狱是差不多。对设计不满意是吧？街道同志，哪位负责这个项目？我负责项目。你简单给我们说一下这项目的背景。咱们这个红楼南1号楼的改建呢，是从2022年我们开始现场征求居民的意见。当时是100%通过。入户调查了？入户调查100%同意，100%同意。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向区住建开始申报立项。2023年的7月份，咱们通过了市里面的这个立项。因为这个楼房刚才非常的复杂，就有地下的，不成套的。也有这个合居的，也有已经房改房成为私房的，它应该是把所有的这个难点都囊括了，所以说用了差不多1年多时间，无数次的一块论证，终于打通了这个政策的这个堵点。政策通过之后呢，我们就立马开始做这个方案设计和资金的筹算。等这个成型了之后呢，我们就从8月份开始做意向的这个征集了，有34户是有初步签约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31户不同意。大概经历了这么几个过程，我听下来：1摸底调查，100%同意；2开始申报，到区到市2年多时间，对，然后开始设计，拿到设计图，拿到实施方案，包括多少钱、多少面积等等等等，开始正式的入户去做调查，征求意见，同意不同意？这个时候和摸底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对，一户一策的过程当中，设计方案还有资金这一块，反对意见出来了。所以今天其实是第4个环节中的一部分。这个视频虽然没说完，但实际上他已经把各方的争议的焦点，对吧？分歧点已经说明白了。有的说原拆原建给的面积太小了，有的说我还补钱收不了，矛盾是各样。一户不签字他就拆不了，原拆原建多难。我记得刚推出这个的时候，有很多人跑到杭州买那个老破小，就等着原拆原建，炒这个概念。这个方法是好的啊，如果你买了，然后他真的原拆原建了，然后真的顺利，那恐怕你有点利润。但问题恰恰就在原拆原建，它耗时太长，最终还不一定能成功，对吧？有的一拖了7、8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耗多少时间和精力？你要关注它，你要天天参加它的会，最后还不一定能赚到钱，图什么呢？有好多人去买这样的房子，就准备参与原拆原建，认为自己会捡个大便宜，占便宜。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对吧？原拆原建的难点恐怕就在这种不可控性，就是分歧太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看看啊，前一阵子啊，这个有媒体报道，这个山东济南平阴县呢开始卖天空，也就是叫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招标。我觉得当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舆论的关注啊。这个地方政府没钱了，开始卖天了。你卖天空之后，你能卖天空，我就能卖空气。今天我看媒体报道啊，说平阴县叫停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招标，也就是卖天空这个事被叫停了。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13日发布平阴县发展和改革局平阴县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中标更正公告，说称啊，11月4日发布的平阴县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招标公告，因实施事项和招标公告等问题，经招标单位平阴县发展和改革局与中标单位经与通航公司协商一致，终止该招标事项。简称啊，全国首例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转让被迫终止。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为什么开发这块资源？这个实际上就是创造信誉啊。你把这一块，你只要确认了价格，就能押到银行去贷款。如果这个得到认可啊，那全国各地都卖天，就又增加多少这个贷款出来？你看啊，现在各个地方贷款主要是靠土地和房产押给银行，银行把钱给你。现在银行大量的钱，但是我们
无论是政府还是居民部门还是什么企业部门，他手上没有东西去抵押，所以呢银行的钱出不来。哎，有人开了个口子，说我把天押给银行，向天再借多少钱？哎，地押完了吗？房子也押完了，没得押了。实际上你琢磨琢磨，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才叫放水。如果我再把空气押给银行，那放水放得更多，银行的钱全出来了，是什么概念？所以说啊，紧急叫停是有原因的。你要这么搞，你把银行的钱全能整出来，怎么还呢？有很多人老说通胀放水，他不懂。以为把钱印出来就能发出去，央行印钞和发钞把钱弄到你口袋，这是不同的体系啊。咱们叫信用货币体系，也就是说印钞是印钞，把钱流向社会。为什么咱们 M2 300万亿是美西方的，是美国的2倍，美西方加一起都没有我们多，也就是我们已经印了那么多钱，那钱在哪儿呢？都在银行，出不来。我刚才说出不来的原因就是我们手上没有东西抵押，没有股权，对吧？股权已经压完了，上市公司股权、土地上有的专利，甚至我记得武汉都已经创出了叫什么保密抵押贷款，它这就是创造信用。创造信用的目的就是把你银行的钱套出来。所以有人啊，聪明人就发明了天空，用天空去压给银行，用空气压给银行，这样300万亿就能出来啊。那什么概念？那个才叫通胀。这水流出来之后流到哪儿你就不知道了，开闸放水，这叫放水。还有一个就是把钱深深的发给你，这也叫放水。其他的不叫放水，其他的叫平衡，就是把老百姓的存款拿去买国债，然后去干别的事情，那不叫放水。他发最多的国债还是靠老百姓的银行的存款去买。实际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地方政府确实没钱。房地产熄火以后啊，地方政府主要的来钱的路子卖地，这个路断了，只好出奇招啊。但问题又来了，你不让他卖天，你不让他卖空气，他从哪儿来钱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